大基本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咱新闻常常讲到机关创立仓库，意思就是其中表现过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库，仓库的库，读考库第3条。台语字典解释库就是囤物件、藏物件的所在，像讲藏重要物件的厝，咱讲是库房；藏车的所在就是车库。另外，藏现金或者是贵重物件的所在就是金库。人工或者是半天然的建筑物，用来底库水的蓄水区，有灌溉引产、观光发电、提供饮用水这功能的所在，也就是水库。也有藏粮食或者是物资的所在，就是仓库。嘛有人讲是战经。另外，还有伫后骹较顶面的部位，就是腿库。有一款拜望者长条形的银纸，叫做库钱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读做仓库。咱头前讲到，这是囤粮食或者是会建筑物，嘛会当讲是战经。第2个词读做库房，这是囤重要物件的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合做伙。比如讲，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顶关税政策了后，有一寡做细项零件的加工厂，都要加负担扣税开销，算起来变做倒贴袂合。过去升价费囤伫仓库。等到政策有改变，或者是开放别个市场，才甲会为库房摕出来外销出货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库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